美国向登陆进行传出古巴堡有逼出大肠杆菌污染，海军10人食沙了后食物中毒，阁有1个人死亡。其中有一个15岁的受害者，因为感染大肠杆菌吐血，送病院检查，阁发现得到急性的腰子衰竭。即马家属准备要对美国的麦当劳提出告诉。 汉堡内底夹着牛肉大肠头，这是美国麦当劳制造牛肉堡的标准食材。也毋过进前，美国麦当劳所标出牛肉堡受到大肠杆菌的污染，予所在人食物中毒，其中1个人阁因此死亡。其中1名受害者15岁普勒尔，伫事发进前几个礼拜，因为食3届牛肉堡，严重食物中毒，佮出现并发症，胃痛、腰子败害，到病院治疗。The next day, I started throwing up and having diarrhea, and it was like not good diarrhea. Like it hurt really bad, and also it hurt to walk. Like I couldn't stand up straight. Because my back was like hurting really bad, and I had like really bad cramps or like abdominal pain. 一开始，普勒的妈妈兰德尔就是查某囝是患着流感，也毋过普勒的排泄物内底有血，嘛有吐血的状况，好出来人紧去甲伊送病院。随后医生讲有可能是胃病，要求患者登去自静养补充水分。也毋过1礼拜无够，普勒又阁送来急诊，这个检查发现伊有急性腰子败害，建议送去科罗拉多儿童病院大病院治疗，因为查某囝健康严重受损，甲后续的医疗费用真济，互因准备提过美国麦当劳。I'm a single mom. And I just don't know that I can necessarily afford all of what's coming after all of this. And I don't know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either, of whether or not she's going to have kidney failure moving on. 除了这件食安问题，英国嘛出现慢性肠仔、细水仔的食安问题。英国食品安全机构2月提出警告，要注意非法进口的美国标签慢性质的肠仔甲细水仔，因为这些商品成分显示有英国当局禁止的非法添加物，包括可能造成过动症，还有潜在致癌的化合物等等，对身体健康有真大的风险。当局表示，暂时在咧对查进口商，也毋过进口的肠仔收济，真歹全面阻止，呼吁消费者买产品进前要检查产品的来源甲成分。国际新闻台是唐炳玉。